頭起先來看嘉義市一間私立的嬰兒托育中心，爆出不當照顧的情形。這家長講，囡仔唔但是手烏青、喙角也捌流血，社會組去調查，結果發現有6個嬰兒受害。目前已經針對這個托育人員加裁罰18萬，而且限制3檔未當入籍。然後小孩抱着我時候，就叫我吃流血。在他餵奶之前，他還有很用力的，就是摔到手上。七歲兩個手囡仔頂面有血的痕跡，囡仔的手嘛有烏青的所在，真儕家長就出面控訴，講家己的囡仔佇嘉義市一間私立的托育中心受到粗魯的對待。然後往他的那個草那邊這樣，有點是甩放，他沒有輕輕把他這個這樣甩放在，他把寶寶弄下來的時候，那剛剛別說那才進去出來，讓他等了。經過社會處調查了後，才知影有6個囡仔攏受到托育人員的不當對待，甚至還有1個月之內有6天是一天就出現3件的粗魯行為。托育中心甲嘉義市社會處攏聯名對這名托育人員進行處罰，不過伊方認定是初犯，家長無法度接受。就拍攝的動作，沒有按照我們中心所規定的那個規範，所以我們也覺得他不是人，所以我們當天就解除他了。初犯來講的話，他的罰則是6到18萬。那認為說他對於這樣子多名的這個嬰幼兒有做這個不當的對待，因此呢才會決議來罰這個18萬的罰鍰，並且呢3年內不能從事相關的工作，而且呢還會在網絡上來公告姓名。以實際來看，他是累犯；以事件來看，他們認為他是初犯。今天他公開姓名，他可以再去做改名，沒有人會真的有辦法去查他的身份證、查他的個資，說這個到底是不是同一個人。他們這樣子的罰則，我覺得我們是蠻不能接受的。接到家長陳情的議員在議會質詢表示，代志發生的時陣，佇家長找到適合的托育中心進前，相關單位除了愛有暫時安置的辦法，同款所在、同款負責人者換名都會當重新營業。目前處罰的制度有空旁通論，地方政府應該要向中央來反映修正，才會當避免同款的代志一再來發生。記者林慧婷，嘉義報道。